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主耶稣讲，恁得较知影真理，真理得较互恁得到自由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32节。主耶稣讲，恁得较知影真理，真理得较互恁得到自由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32节。有一句话讲，无自由甘愿死。人类自历史历代以来，无论是带一个国家，带一个民族，无论是查甫的、查某的，无论是各年龄层次的人，有当时宁愿流血，牺牲性命，为着是要争取自由。因为人有热爱自由的本能，真希望自由自在、自主来过生活。但是自由必须要建立伫真神真理的规范内面，这种自由才是真自由啦。才会当无受罪恶限制，私欲捆绑咱的肉体甲心灵，受魔鬼邪灵的控制，过着身不由己、放纵暴力、无平安的生活。哲学家毕纳多捌甲毋敢面对真理的人比作关伫地牢内面的犯人，因互铁链捆绑住咧，连头拢袂当震动。伫因面前是地牢的石墙，伫因的后面甲头壳顶是湿湿滴水的梯道。背负重担的人对梯道中来来去去，或者是唱歌，或者是谈话。因的身影互火的光投射伫行路的墙顶，因的声音也对石墙顶面反射倒转来。困伫黑暗地牢内面的人，只会当看见闪动的人影，甲因当作是物；只会当听到含糊的回声，甲因当作歌声，甲人讲话声音。这是何等可怜啊！活伫这个世界上，甲家己关伫黑暗中的人，生活伫虚空的人，有几个人愿意对毕纳多的比喻学着教训呢？愿意对救主耶稣基督的呼吁，愿意谦卑屈服落来，来到主的面前学习真理呢？愿意面对真神真理的规范，确实靠主遵行出来，活出主真生命的光辉呢？无毋对，伊若是互家己有机会接近主，看见主真光的人，进入伊救恩的人，伊就会完全明白过来，看清世间这的暗淡的灯光，用人工所粉饰的舞台，巴不得真神永恒圣灵的光，会当有一线的光芒照伫咱的身上，咱就会当享受主所赐真自由咯。主耶稣讲，恁得较知影真理，真理得较互恁得到自由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32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自然法人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